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新港迄3只茶啊，今年的2月下课，互修理车弄到10回坐坐，经过197天的治疗，因为神经中枢衰竭，早去过往咯。8回妹妹分别指数也是只有3，病医讲会长期来控制，希望妹妹会当醒过来。 4岁跟3岁，看到这模样细汉时的相片，阿嬷真艰苦，因为小妹要搁咧分别，阿姊入院治疗197天，不幸过身。高中1年级我就回去打工养你了，阿嬷你就不用那么辛苦。初到新港的这对姐妹仔甲小弟，在今年4月下课的时阵，去互修理车弄到，入院了后，阿姊的病情有加较好。 今年4月，爬山屯妈祖照境，乱叫到病院天救其好。当时阿姊互医护人员甲查咧，也可以当坐起来看直播。延过5月病情恶化，加上针痛，签放弃急救的同意书。今日日早起6点55分，阿姊因为神经中枢衰退来过身。当时马伫车祸受伤的小弟，哪哭哪讲前几天啊，也阁有望着阿姊。 妹妹能够赶快好起来，因为弟弟真的很想他们。亲人即摆敢若希望8岁小妹会当有好消息，不过伊入院了后一直昏迷，昏迷指数敢若3。重度昏迷，昏迷指数3分。那我们持续的是希望能够跟他长期抗战。目前治疗的方向打算长期抗战，透过中医、神经内科团队各单位合作，希望会当互小妹赶紧好起来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